作為家長咧，喺你第時幫小朋友去揀玩具嘅時候咧，你會睇下呢一個嘅三角形企得好穩陣嘅，三角企得好穩陣，佢喺三方面咧，你去留意下，究竟佢係邊三方面要發展，而佢呢啲發展咧係咪發展得好？第一咧就係紅色嗰個咧，我哋叫做體能嘅發展。體能就係咧係包括頭先講嘅感官啊，係咪啊？第二咧就係佢喐肌肉啦，大小肌又喐啦。咁呢啲就係我講話係對外你接觸世界嘅體能發展，你係需要呢啲咧去接觸嘅世界。第二係綠色方面啦，綠色咧就係智能嘅發展，智能咧就包括邏輯思維啊、藝術思維啊、言語啊咁樣。即係話咧，你會將呢啲接觸咗嘅時候，攞翻落嚟你個腦咧去消化。咁你消化咧，你就會明白同埋開啟你嘅知識啦。咁呢啲就係由外去到個腦仔內。咁而咧藍色咧就係我哋叫社交能力嘅發展。其實咧係要三元都要有發展。如何為孩子選擇有助發展嘅玩具？發展方向已經頭先俾咗你啦，有9大點或者3大方向啦。咁你選擇嘅嘢當然就係去基於呢3大方向咧，去為佢選擇咯。咁其實好多玩具都幫到佢，只不過你買咗翻嚟就咁俾佢，又話佢都好似唔係好中意玩嘅喎咁樣。其實小朋友唔係唔中意玩，係你有冇同佢玩，你有冇啟發到佢點樣去玩，唔係劈俾佢就得嘅嚇。我哋要知道小朋友係一個學習，你買個玩具翻嚟，你都要幫佢，佢慢慢就會喜歡。你要配合孩子嘅年齡，你買一個好深嘅玩具，好似買鞋咁。以前嘅父母中意買啲鞋咧，買大量個碼，咁咪着得唔舒服咯。咁所以咧，你對症下藥，孩子喺呢個年齡要發展嘅，你買適合佢嘅年紀嘅玩具。咁咧，另外你要引起孩子嘅興趣。唔係就咁，因為佢咁包裝，你搣完俾佢，佢唔知點玩嘅時候，佢冇興趣。你要幫到佢知道點玩啦，起碼咁而幫佢開始，佢會喜歡嘅。頭先講過啦，提供多功能嘅刺激，因為咧係由買餸開始噶嘛，所以咧佢唔會即刻去到智能噶喎。你由體能嗰度開始刺激咗佢，佢慢慢咧就可以用嗰度咧去輸送入自己嘅小腦入邊咧去明白。係增加佢智慧。另外咧，多元化嘅玩法咧，就係而家好多玩具，有啲係單元嘅，有啲多元化咧。當然多元化咧係開心啲，亦都係長久啲。咁呢啲咧就係視乎啦。譬如話有啲專係為着一個小朋友嘅某樣發展嘅，可能只係得一個。咁我諗一個用法。咁我諗咧，我哋都有好多專家啦，譬如話呢一個嘅職業治療師啊，或者咩，佢會知道呢個我專係為呢樣嘢嘅。否則你買翻屋企嘅時候咧，可以多元化嚟玩，或者你自己作為父母咧去諗出一個玩法出嚟，都好開心嘅。第一咧就係佢可以係一個角色扮演嘅玩具，換言之咧。佢應該係有人同佢一齊玩，或者佢當咗有人同佢一齊玩。因為語言我哋做咩啊？溝通咯。咁當然自言自語咧，自己溝通啦。咁小朋友自己溝通，其實佢都係扮緊咧，就係一個角色嘅。佢自己同緊某一個洋娃娃或者咩溝通緊，係一個對應嚟嘅。咁有角色扮演嘅功能嘅玩具，或者咧你當佢可以做角色扮演玩具，都幫助小朋友溝通。咁你會見到啦，呢啲角色扮演啊、龜兔賽跑啊，或者你去中意做咩巴士司機啊咩咁，都係無限發揮嚇。咁我覺得咧都可以值得推介一啲咧年紀細嘅，或者你話3歲未識講嘢嘅呢種咁嘅你我對講嘅玩具咧。都幾好嘅，因為你咧可以養一個娃娃陪住佢咧，係同佢同埋咧成日講住俾佢聽，聽得多咧佢會識得去講。第二個元素咧就要生活應用，因為你溝通咧，你都要溝通到佢平時接觸到嘅嘢，
如果佢平時咧係成日接觸有街市啦，或者接觸到有呢一個嘅學校啊，甚至咧係同佢隔離鄰舍啊，佢接觸到一啲嘅生活身旁嘅嘢，你同佢去花園啊，你同佢去一啲嘅教會啊，我唔知道你嘅生活習慣係點樣樣，但係小朋友佢就要喺呢一啲嘅生活場景入邊去溝通。咁你買嘅玩具係同佢嘅生活場景有配置嘅時候咧，佢咪識應用咯。譬如話咧，你想佢學嘅嘢咧，唔好咧就分開，即係你而家話俾佢聽咧，呢個係電飯煲，突然間你就同佢講咧，嗰個汽車，因為如果你係喺廚房嘅情景咧，就盡量都係類似嗰啲咧，係喺同一時間去學習嗰幾個樣嘢，等佢有個聯想喺度。好啦，呢一個咧都係一啲治療師或者係老師會用嘅一個玩具係咩咧？佢就係幾幅圖畫啦，你見到咧呢度有幾個顏色嘅立方體啦。原來咧就呢啲咁嘅紙條咧就係一個個嘅好似四格漫畫個故事。咁我哋咧就會叫啲父母搣咗出嚟咧，咁擺咗喺度咧，咁佢會咧可以即係好似一個遊戲咁樣咧去砌啦。原來砌咗呢啲故事出嚟咯喎，咁我哋就會係有本書仔咧話俾佢聽。今日明明去打波，佢打完波就翻嚟屋企啦。天氣好熱喎，咁樣佢要沖涼之後咧，沖完涼咧好乾淨啦。咁即係我舉例咧，係一個情景咧，係由俾佢識得去排次序，排完次序咧，因為明明未沖涼之前咧污糟邋遢，沖完涼咧就好乾淨，係咪？咁呢一個嘅情景咧，令到小朋友又識得用一個邏輯思維去諗下。第二樣嘢咧就係一啲連接詞，父母咧可以然後咧咁之後又點啊咁樣。咁我覺得咧都幾有幫助。第三咧就係情緒表達。如果佢好開心，佢唔識講嘅時候，即係唔識溝通啦。咁佢要知道佢喜怒哀樂嘅情況啦，佢識話俾你聽，唔舒服唔開心。咁我哋有啲玩具特別係為咗一啲情緒表達有問題嘅。頭先講情緒表達啦，咁我哋話有啲卡亦都可以用布偶啦，呢一類咁嘅玩具咧，就係幫到佢咧，係可以咧睇住啲公仔嘅眼，慢慢佢就習慣咧，都係睇住人嘅眼睛，同埋呢啲眼都有表情啊嘛。大人都知道咧，隻眼好嬲嗰陣時係點樣樣，係咪啊？或者好掹整啊，好開心啊。當然啦，喺呢啲布偶嗰度就誇張咗啦，不過都明白到嗰個感情上嘅表達。咁希望咧，大家咧都可以咧大致上有個概念。其實教小朋友咧最緊要咧就係父母或者教嗰個人同佢互動。